主后2025年1月2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守安息主同在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利未记23章第1节到44节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着对以色列人宣布我的节日，恁伫上主的节日着自节举行圣会。6日着做工，第7日是着完全休困的安息日。即日恁无论住伫什么所在，任何工作拢毋通做，着举行圣会，因为即日是上主的安息日。下面这个是上主的节期，恁着照时自节举行圣会。正月14黄昏的时，是上主的搬过节。这个月的15是上主的除酵节，恁着食无酵饼7日。头1日着举行圣会，任何日常的工作拢毋通做。7日久着用火烧祭物献予上主。第7日着举行圣会，任何日常的工作拢毋通做。上主命令摩西，着对以色列人宣布：恁进入我赏赐恁的地，修成五谷的时，着将头水的五谷一捆带来交予祭司。祭司着伫安息日的隔日，将即捆伫上主的面前摇摇咧，予上主接纳。献即捆五谷迄日，恁着将一只一岁无下厨公的绵羊仔做烧化祭献予上主。煞者搁献素祭，就是用2公斤超油的幼米粉，用火烧做芳芳的祭物献予上主。然后搁着献1公斤的酒做奠酒祭。无论是饼、白价的五谷，也是新收成的麦穗，到恁带来献予恁的上帝迄日才通食。恁无论住伫什么所在，这个要做恁世世代代永远的规例。恁着对搬过节安息日的隔日，就是对摇麦捆做祭物献予上主迄日开始算，满7个安息日。到第7个安息日的隔日，就是第50日，着献新的素祭予上主。逐个家庭着摕2公斤的幼米粉掺镉落去焙，做2块饼，甲摇摇咧，做起头式的祭物献予上主。迄2块饼以外，搁着用7只一岁无下厨的绵羊公仔，甲1只牛公仔，以及2只绵羊犅，做烧化祭献予上主。嘛着用素祭甲奠酒祭，用火烧做芳芳的祭物献予上主。恁着献1只山羊犅做赎罪祭，2只一岁的绵羊仔做平安祭。祭司着将迄2只羊仔甲用起头式的麦烘的饼，做伙伫上主的面前摇摇咧，分别做成，做祭物献予上主，归予祭司。上迄日着举行圣会，任何日常的工作拢毋通做。恁无论住伫什么所在，这个要做恁世世代代永远的规例。恁收成五谷，旁边的毋通挂了了，落倒来嘛毋通捡，着留予散赤人甲厝外人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上主命令摩西，着对以色列人宣布：7月初1，恁着完全休困，举行圣会，分扫角做纪念。任何日常的工作拢毋通做，着用火烧祭物献予上主。上主阁对摩西讲：7月初10是赎罪日，恁着举行圣会，禁止刻苦，
嘛着用火烧祭物献互上主。迄日任何的工课拢毋通做，因为迄日是赎罪日，要伫上主恁的上帝面前甲恁赎罪。上即日无禁食乞苦的人，着对人民的中间甲伊革出。伫迄日做工下，我要对人民的中间甲伊消灭。任何工作恁拢毋通做，恁无论住伫什么所在，这要做恁世世代代永远的规例。恁着禁食乞苦，守即日做完全休困的安息日。即个月初10的黄昏到隔日的黄昏，恁着守安息日。上主吩咐摩西，对以色列人宣布，7月15是大了节，恁着对即日起连续7日向上主守节。头一日着举行圣会，任何日常的工作拢毋通做。恁着7日久用火烧祭物献互上主。第8日嘛着举行圣会，用火烧祭物献互上主。这个是严肃会，任何日常的工作拢毋通做。以上是上主的节期，恁着自即举行圣会，照日期将烧化祭、素祭、甲其他的祭物以及奠酒祭用火烧献互上主。恁收成土地出产的时，对7月15起，着守上主的节期7日，头一日甲第8日着完全休困。头一日着摕大丛好看的树仔的果子、樟树的枝、真暗的树的树蛙，甲溪边柳树的枝，伫上主恁的上帝面前庆祝7日。逐年的7月，恁着向上主守即个节7日，这是恁世世代代永远的规例。恁着住伫草寮仔7日，所有在地的以色列人拢着住伫草寮仔。通互恁逐世代的人知，我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，有互因住伫草寮仔。我是上主恁的上帝。摩西就将上主指定的节期对以色列人宣布。守安息主同在。伫这瞬息万变的时代，人因为各种压力导致焦虑，也是罹患心身症。教会有时阵若像也是安尼，因为无用着逐项计划和种种目标，就失去安息。当教会若想要迎合高速运转的社会，往往若容易感觉赶袂赴，就迷失方向。拄亲像以赛亚书30章16节所记，上帝对伊的子民讲：恁讲无爱，我要骑马逃走，所以恁会真紧逃走。恁讲我要骑快马逃走，所以热恁的人会追真紧。那呢，教会应该着安怎做呢？上帝的囝耶稣基督安尼宣告：劳苦背重担的人，拢着来我遮，我要互恁安息。马太福音10章28节。教会的使命就是甲人带到主耶稣面前，互人通得到享受真正的安息。你会当成就的比想象的搁较大。内向爆发力的觉醒，这本册互笔者对内向的看法有所改观。这本册的作者认为，遐个受打上安静、上被动标签的内向者，因的特质伫这个时代反倒有独特的优势。伫灵修传统中，沙无教父因伫纷杂混乱的年代，透过灵修操练，
安静听候，默观祈祷，搁较内向甲主亲密。遐个求道者搁形成合一个团体，也是修道会。因虽然安静内向，却带出有影响力的成功。笔者操练归心祈祷侪年，每日清早也是暗时拨出一段时间安静祈祷，互身心灵通得到安息。归心祈祷的方法袂难，首先通找一个安静的所在坐落来，用几分钟放松身躯，然后专注仰望主，通重复呼求主耶稣、主耶稣、主耶稣，也是默想简单的祈祷词。拄当开始，可能会出现各种思绪，毋过，互伊亲像水一般流过去，莫掠牢伊。每遍分心的时，通呼求主，也是默念祈祷词，互家己倒转来到伫主的面前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操练，我发现，就算伫嘈杂环境的中间，我也哪袂慌乱急躁，反倒是会当保持平静安稳。伫祈祷中，我搁较会当感受主耶稣的同在，察觉圣神的引带。因为安尼，基督徒除了使用言语的悟性祈祷，也通操练归心祈祷，互家己甲主搁较亲近。伫今仔日的经文中，上主吩咐摩西教导以色列人爱守神圣的安息日和指定的节日。经文中一再讲到，毋通做任何日常的工作，意思是爱放下世俗的期盼，专心敬拜上主。对以色列的历史中，咱看到大卫因为时常祈祷、安静听候上帝的旨意，就诚做合上帝心意的人。大卫讲：“我的心神啊，着静静专心听候上帝，因为我的愿望对伊来。”诗篇62篇第5节，伊阁呼吁万民啊，着不时倚靠伊，对伊透露恁的心情。上帝是咱的避难所。第8节，日想，过年即将来到，会有一段较长的假期，我通每工拨出一点仔时间安静祈祷，享受上主同在的安息。过年即将来到，会有一段较长的假期，我通每一日拨出一点仔时间安静祈祷，享受上主同在的安息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圣神，求你帮助我放下一切急躁甲停袂落来的对赶计划，互我安静伫你面前，伫安静听候的时刻，互我的心心灵通得到安息，互我会当重新得力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心心灵拢勇健平安。